日本众议院今日大选，日本首相搁市早表示用伊的职位去搏，也民调就预测讲执政联盟有机会摕超过300席，伫465席的国会当中做绝对稳定的多数。不过今日日本的一个所在是落大势，投票率受影响也多，可能会影响到选情。 日本第51届众议院大选，当地时间七8早起7点开始，全国44600个投票所做伙来进行投票作业。不过，日本七8是落大风势，唔那影响投票率。部分的所在为着确保选民甲工作人员的安全，被迫调整投票时段。有一寡所在延后开始的时间，有一寡是提早结束，所以在市就民众伫风势中来投票。 投票所が閉まってるとか、少し時間が短くなるとかいろいろあると聞いてるので、そのあたりなんでしょうね、もうちょっと平等に投票できるような状況を設定できるような形になると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 这摆日本众议院选出465席，包含小选区289席，也有比例代表176席。有真悬的人气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伫全日本受到真大支持。为了扩大支持的基础，高市今年1月下旬宣布解散国会提前大选。解散进程，自民党加执政的伙伴日本卫生会总共是232席，差一席就超过一半。 日本媒体有估，由自民党甲日本卫生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有希望超过300席，甚至是310席。也不过高市人气是幅度转化真多，实际选票也等待验证。这摆选前主要议题包含因应物价大起的对策，也有是毋是调降消费税，以及安全保障政策等。未少选民愿意和这个日本第一位女首相证明伊能力的机会。今までの人とは違う。 何かをし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期待があります。日本で初めての女性の総理がどのような実績を残していくのか、それに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でも男性ですけれども手助けでき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って、投票しました。尽管日本总部省统计到七8时11点，全国投票率只有7.17%，不过日本1亿300万全体选民内底，已经有2079万人提前投票，相当选民的20%，比前一版大选增加26.6%。投票伫台湾时间暗时7点结束，开票作业随来进行，有加车到天美宫，就使大致上掌握整体选举结果情形。 另外，亚洲的泰国也伫七8举行众议院选举，大约5300万名的合格选民要选出众议院500个席次，并且到阵来进行修宪案的公投，决定泰国政治的走向。各地投票所暂时就真侪人来投票，投票率可望接近2023年大选超过75%的水准。国视新闻郑元庆编译。